喺香港，好多中小企都代理唔同嘅產品，而亞聯商業系統就係專門代理聽筒同埋錄音設備等等嘅文儀器材。劉生，而家你代理呢個產品咧係啲咩嚟嘅咧？叫做 dictation system， 咁其實即係默錄系統。咁即係話老闆咧，佢錄咗啲嘢之後咧，就交餅帶俾個秘書。咁秘書咧就會帶住個 headphone 啦，咁一路聽一路用雙手去打字。咁你而家嘅客戶其實包括啲咩人？我哋最主要嘅客戶咧就係一啲專業嘅人士，即係主要嚟講係醫生啦、律師啦，或者係啲做翻即係公司管理層嗰班人。咁好㗎，咁其餘要攞產品嘅代理啊，其實要留意啲咩事咧？可能你需要寫份比較詳盡啲嘅計劃書，咁做翻一定嘅市場調查，同埋你自己都會有一套點樣去推廣產品嘅方式，然後咧就亦都要睇翻你同廠家本身個關係係點咯嚇。咁過往你爭取做代理嘅時候咧，有冇啲失敗經驗令你到而家都好難忘嘅咧？有嘅，喺大概1989年咧，我哋就攞咗一隻好出名牌子嘅電腦咧，係做總代理。咁其實就喺1989年嗰個時候咧，個電腦就唔係話真係好成熟嘅。咁我哋係用咗好多時間咧，係去解決一啲問題。就因為可能個合約本身就唔係咁完善，咁最終咧就我哋就失咗個代理權。咁你吸收咗咩經驗？咁將來點樣做咧？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你嘅合約咧一定要搞清楚。咁自己資金方面嗰個計劃咧都要詳盡少少，或者係要預鬆少少咯嚇。中小企以小本經營自己嘅生意，咁又要賺到錢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盤算，咁先可以穩中求勝。